今仔日是第降节第3主日，所以咱特别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学了咱的天父上帝，学了咱的主，请大家起立，来用欢喜的心来敬拜赞美。家家群雄满庭点缀，哈哈哈哈哈哈哈！大欢快乐不忍尽收，哈哈哈哈哈哈！每人穿着和你是上街跑，宝贝欣喜圣诞颂扬。哈哈哈哈哈哈哈！世上圣诞快乐光明，哈哈哈哈哈哈！当作宣举圣诞光荣，哈哈哈哈哈！请跟我来欢乐同享，哈哈哈！圣诞夜歌齐声回唱，哈哈哈哈！家家群众满庭点缀，哈哈哈！圣诞快乐不能尽数，哈哈！你跟我的花的身上，哈宝贝欣喜圣诞颂扬，哈哈！一个勇敢快乐光明，哈哈！当作宣旨圣诞羔羊，哈哈！请跟我来欢乐共享，哈哈！圣诞夜歌齐声回唱，哈哈！跟我来，请跟我来欢乐共享，宝贝幸福圣诞颂扬，大家有欢喜无？感谢主。灿烂的笑容，平安的骄傲，为主爱应该无数的颂赞，让我心在海，上帝亲自福气，好让阮的满满心，咱来祈祝三条堂，弥足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恩典叫你多，咱这就是一路走。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地久。上帝给咱听命命，喜乐的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为我应该有主的同在，让我的心在海，上帝亲自福气，好让阮的满满心，咱来祈祝三条堂，祈祝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恩典叫你多，咱这就是一路走。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
然降渺渺，我有你，你来救我，兄弟温馨将你过，当作救主的老公，我来救你，你来救我。感谢主，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感谢主，请坐。咱的主，希望咱会当常常喜乐，所以咱就爱常常维持喜乐。第感谢第三主日，特别就是喜乐来迎接咱主的诞生，咱。每日就爱用欢喜的心来甲主亲近，咱嘛爱伫教会以外的人来传扬主要来的好消息，咱诚做天神来引这首诗，来传扬好消息。爱的荧光，为光的星星光，地球和平安顺，就得最高成功。世間的高調本體，長大的孤單華麗，有當時的情美，地動漫是給你的，有它比賽的熒光，為雲燈的新鮮光，俄羅平安的君王，一起經歷了尊重，革命畫面已作出，被萬里的榮辱，放下眼更堅強地，出息後讓狗的心，從永遠天亮明，出息後讓心操心，有着比賽的靈光，為勇敢的新鮮光。平安的門路，一起經歷了尊重，革命畫面已作出，被滿意的榮辱，放下眼更堅強地，出息後讓狗的心，出息後心堅強地，出息後讓心靠心，有着比賽的靈光，為勇敢的新鮮光，有着比賽的靈光，為勇敢的新鮮光，有着比賽的靈光，為勇敢的新鮮光。请你甲你的厝边隔壁讲，耶稣听你，上帝赐福你。上帝赐福咱，上帝嘛盼望咱会当将这个祝福来分享予较侪的人。感谢主，请咱一起同心三角来祈祷。听阮的主，听阮阿爸上帝，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就是荣耀的主，主，阮要伫你的面前来分别为圣，主你最大，主，因为安尼，阮的心欢喜，阮的灵快乐，阮的肉体也要安然徛
起。主啊，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尾拢眷顾，赐福气予阮，甲阮同在，予阮得到平安。主啊，阮要伫你面前，搁一摆深深感谢你，也感谢你将外命的道路赏赐阮，予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也有永远的福乐。主，我要感谢阿乐你，将荣耀来拢归乎主你，感谢阿乐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万国啊，恁着学罗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是如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罗耶和华。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欢喜咱搁做伙来礼拜，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41首，请起立吟全首。
下，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宝贵的耶稣，好定的奇妙，好定的甘甜，愿感谢你，感谢你为着疼世间人，为着成就你的大拯救，甘愿出世伫卑个火炉内，要感谢你，敬拜阿罗你。感谢主，即时阮还阁会当正常生活，会当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阿罗你。阮实在真有大大福气。主啊，全球因为新冠肺炎甲变种的病毒在流行，环境变化，足侪受到艰难，生活受到影响的。阮的心灵需要主的保守看顾、帮赞甲医治，因为阮相信世界是主在掌权，主你是全能的神。阮性命是软弱的，求你赐予阮信心甲力量，常常倚靠，常常祈祷，大家团结和谐，彼此相挺。求你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满足因的欠缺，互因伫基督内底无得行行，时时得到你的帮赞，互伊充满信心、喜乐甲平安。感谢主。我伫圣诞节进前的大降节，逐项兄弟逐项的准备，欢喜来听候你的降临，传扬你的福音的时，阮将教会侪侪兄弟姊妹，无论是家庭、工作、学业、事业，一切拢交托伫主，求你施恩祝福，互因会得到满满的平安甲福气。伫即个大降节中，伫感恩甲喜乐，互因哪服侍哪甘甜。主啊，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神降临，求你开阮的心门，借着陈牧师的讲道，阮会当知影你的心意，互阮的心灵会当得到造就，复兴属于你的教会。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启应，今仔启应是启应文第2天，伫圣诗的后壁面，圣诗的后壁面，也是诗篇第1天。迄着兄弟，我来启，兄弟来应。无探歹人的计谋。无坐嫉妒人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大家是献诗，今仔日圣歌里所要献的诗是快乐来到得意行。我将我的
感谢审判队的献诗，好接咱做伙来恭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伫台语汉语本的新约是64页。迄就请兄姐来注信来听。第46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对答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神，50节。因为伊的人，伊人民院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甚至凶恶的人，伊有看善因；有权能的人，伊留因的位；卑微的人，伊升因最悬；枵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食甲饱；富的人，互因空倒去。伊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人民，照伊对咱的主所讲的话来示露，互阿伯拉罕以及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以上。咱做伙来做咱的信仰告白，今仔是用上帝10条诫，请起立，咱来念10诫。第1诫，我以我因盼有爱的上帝。第2诫，咱为了伊的偶像。第3诫，咱十三称我伊的上帝的名。第4诫，着伊的爱着伊守伊做事。第5诫，着孝敬伊的老爸伊的老母。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听奸言。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心。请坐。好，这是牧师的讲道，伊的主题是尊主最大，尊主最大。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抬杠节第3主日，咱点到第3期的6节，嘛是宣告喜乐。伫遮，咱宣告伫圣诞节来临的时，咱有欢喜，咱有喜乐。后主日，咱要庆祝圣诞节，恳求上帝来带领引带，互咱的圣诞节真丰富、真丰盛，互咱的生命伫耶稣基督降生来领受主互咱的礼物，就是以马内利，上帝甲世间人三甲同在，三甲伫地。最近大家拢知影讲，即个新的变种的病毒叫做 Omicron， 即个发音做成Omicron， 做成我未控，吼。你若是收听英语的新闻，还是英语的收音机，吼，伊的发音搁较标准啦，吼。Omicron， 吼，我没有空，吼，我无闲，吼，这是叫上帝帮助咱，这敢是咧提醒咱甲上帝的关系，咱是毋是常用我无闲，吼，我没空，来回应上帝的听。对咱无限制人数的现在的聚会，嘛恳求主引带咱，互咱会当转来到教会实体礼拜，甲聚会。
像啥时我嘛知影讲有个人嘛会真紧张，后一波的疫情，毋知当时会阁来爆发。每一个人拢爱有准备心，嘛爱有警醒的心。对照咱2年，咱已经将近2年防疫，咱拢已经非常的有经验。就是咱爱勤洗手，对咱个人的卫生、消毒各方面拢爱真注意。所以现在对这个病毒来看，求主嘛引出，是毋是这是最后一个变种的病毒？所以咱要恢复到原本疫情进前的生活，还佫有一段的时间，真侪课题爱面对。上帝引出想互咱当心来祈祷。做你听阮，在圣诞的脚步已经近，伫大港节，阮点到第3支的蜡烛，代表喜乐，代表宣告。互阮伫第1支、第2支的蜡烛，求上帝你帮助阮，伫5望、伫信心、伫期待。第3支，阮宣告主你的喜乐会同在。互阮看见头前的路，主你引带是阮，保守阮的生活，面对侪的威胁艰难，拢有主你的同在。因为主你已经来到世间，主你是甲世间人相甲同在的主。你是神，你是上帝，你是生命主宰，你是阮的救主。阮伫你的面前，阮要宣告，主你将欢喜放伫阮的心内。阮献上祈祷感恩，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圣诞节脚步已经近，侪咱知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上帝来到世间，上帝亲自来到世间，这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毋是咱封一个人，也是封一个物，伊做成，叫做圣灵，也是刻一个物件，伊叫做神来甲伊拜。咱所信的上帝是伊有真做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间。所以耶稣来到世间的时，伊跋倒伊嘛会疼，伊心嘛会艰苦，伊嘛会流目屎。伊看到世间人遮尔迄个拢无目者，伊心嘛会感觉艰苦。所以耶稣常常摕到旷野来祈祷。耶稣带领12个门徒，伊嘛教12个门徒怎样去传福音，怎样赶鬼，怎样来医病。耶稣嘛常常教导这学生，当耶稣要行十字架的路，耶稣心嘛会白目，所以伫克西马尼园伫遐祈祷的时，圣经甲讲，伊祈祷到大粒汗、细粒汗一直滴落来，所以伊的心嘛非常的惨切，心也非常的那种惨凄的心在他的里面，所以可以跟我们说，圣经所记载，耶稣心也在淌血。耶稣要背这个苦路的时候，要走这个苦路的时候，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他也要承受肉体所有的痛。所以得成肉身的意思是讲，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互咱看见上帝甲咱同在，上帝真做人的样式。这个时代，咱看到这个病症的病毒，奥密克戎，我未控，咱对照今日玛利亚回应上帝，回应加百列天使伫伊的心中所甲伊呼召，你爱准备心来怀疑耶稣，要伫你的肉体来形成。耶稣要借着你的身躯来出世伫即个世间，所以玛利亚伊的心嘛要做好准备。现今仔是玛利亚回应上帝，所以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心称上帝最大，因为我的神因为叫我的上帝来欢喜，我得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咱看到玛利亚的心是欢喜，是喜乐，是喜乐。所以今日第3支的蜡烛嘛是代表即个喜乐。但是真正玛利亚，敢真正伊心内
就完全有喜乐嘛。玛利亚是爱承受，还袂嫁娶过来，伊就有身孕，即种伫犹太人的社会的侮辱。人讲这人还袂嫁入门，我倒来倒囡仔。伫迄个时代是非常严肃的时代，可能对遮咱即马咱看讲啊，或许这不是什么社会的大新闻，这毋是社会大新闻，但是当迄个时代。像安尼妇女是爱会当家伊烧掉，会当退婚。所以天使来到玛利亚的身躯边来甲伊讲，所以玛利亚回应上帝讲：我的心尊敬上帝最大，我的心尊敬上帝最大。所以咱咧学习玛利亚尊敬上帝最大。捌有一个所在生理咧做生理也是做商业，用所谓的旺季跟淡季。做生意好的时就是旺季，若是较歹时叫淡季。真侪所在拢有安尼情形。所以有一个信徒伫旺季的时阵，就投入做生意，拢袂记来做礼拜。所以牧师就提醒伊讲，当你旺季的时阵吼，拢伫遐咧做生意，袂记你上帝。有一日上帝要来甲你斗相共的时阵，上帝嘛有可能会忘记。上帝嘛有可能袂记得。所以伫旺季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得来亲近上帝。嘛爱照时来做礼拜亲近主，这是一个真正非常实际的来提醒咱。圣诞节较无近，咱了解圣诞节真正意义就是耶稣来到世间道成肉体。所以这个道成肉身、道成肉体，是耶稣一个神来到世间，上帝差派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出世伫世间。出世伫即个地面上，耶稣甲咱共款，拢是肉体所造。耶稣嘛是对细汉来长大，只不过耶稣有神伫伊的内面，所以耶稣知影伊的任务。12岁到伫圣殿的时，伊生伊的老爸约瑟甲玛利亚，当伊咧走找耶稣的时，耶稣已经伫圣殿遐，甲经学士。伫遐咧讨论圣经，伫遐咧讨论上帝的话，所以世间人要得到拯救，要倚靠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完成即个救赎的任务，就是即个工作要照着耶稣来完成。所以耶稣嘛过活等于到上帝的身边。所以圣经讲耶稣伫对伫上帝的正面，伫上帝迄个大面。所以拯救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拯救的工作还搁咧进行，就是咱每一个人来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咱先来相信耶稣催你承认，咱就会当得到救，就咱的灵魂袂到地狱去。所以耶稣的降生已经成做普天同庆、普世欢腾的一种的境界。所有世间的每一个所在，拢咧庆祝圣诞节。有一个节气叫做佛诞节，但是佛诞节，可能咱阁毋捌听过。但是咱总知影讲有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12月24号，迄暝叫做平安暝，平安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所以圣诞节虽然是10月24号、25号，24个暗暝到25号，只有一暝一日，总是要迎接圣诞的来临，是1个月的时间，是有爱点到4支的蜡烛。这叫做待降节期，待降节期。所以，咱庆祝圣诞毋是1天2天，是一段时间，叫做待降节期。Advent 就是待降节，拉丁文意思就是讲临到来临，就是指耶稣基督来临，提醒咱爱准备，咱爱等待。像是待降节嘛是教会，教会有一个周期，咱知影一年拢有周期，一年周期叫做春夏秋冬。对以元旦到岁末12月31。12月31要到就开始有人讲要去地跨年。咱一年有
一个祭旗，像是咱教会嘛是有一个祭旗，咱教会祭旗是对对开始，对代降节开始。教会的节期是从代降节开始，所以代降节就是教会的新年，咱主要是咧过教会新年。圣诞节是一个上盖高峰，所以耶稣基督的生涯就是咱教会年历，咱教会整个的主持。所以简单来讲，代降节就是咱教会咧过这个新年。今仔日的经文，咱知影讲2000多年第一个代降节，就是上帝竞选玛利亚来参与这拯救的工作。有一个婴仔，有一个 baby， 有一个婴孩，要从他的肉身来出生。这原本是一个未婚生囝真痛苦的代志，莫互人质疑的代志。但是玛利亚要概括承受，伊愿意谦卑来顺服，因为伊知讲。这是蒙福的条件，这是蒙福的条件，就是谦卑跟顺服。所以玛利亚甲天使甲别个愿意，表达愿意来承受上帝的旨意，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咱所读的经节。所以，咱知影玛利亚回应上帝，伊的恩典，玛利亚回应上帝对伊的疼。就是今仔日伫路加福音咱所读的经节，对46节到55节，唱出上帝对上帝阿乐甲赞美。这段经文嘛叫做玛利亚尊主颂，玛利亚尊主颂这段的经文成做一首歌。所以伫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咱知影讲。原本是一个未婚生囝的污名，但是咱用圣神、圣灵的感孕来称赞玛利亚愿意尊主最大顺服爸上帝的旨意。今日咱做伙三角来学习尊主做大的人有福气。对今仔日的经文，咱来看，对一个庄脚的姑娘是无人会注意到伊。玛利亚，咱若无讲伊的名嘛，无人知影伊是玛利亚，无人会重视伊。伊只不过是一个足平凡，要嫁互约瑟的一个少女，一个妇女那点。但是伊互上帝竞选使用，互上帝定用，成做伊人生的转捩点甲改变。所以咱看着讲因为看过女婢的卑微，对待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这是伫经文所甲咱讲伊笑脸伊他的使女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所以伊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这种的福气，毋是你说就无，因为伊是一个足卑微、足渺小、足平凡的人。这福气毋是玛利亚足平凡，伊就无。这福气毋是玛利亚是一个甲咱相反，伊就无即个福气。对咱来看，福气毋是因为你渺小、你平凡，你就无。福气毋是你的社会平平就无。福气毋是你无学历就无。福气毋是你的存款无够就无。对安尼来看，对安尼条件来看。玛利亚伊拢无资格来得到这个福气，但是咱会想，上帝要互你福气，毋是要看重你的社会地位，甲你的学历，甲你的银行的存款，毋是要看这，是知影讲你是一个愿意顺服，你是一个谦卑卑微的人。约瑟甲玛利亚因生耶稣了后，因爱去圣殿献祭，圣经甲咱记载伊献啥物祭？伊献斑鸠。就是鸽子，献钱仔若定，鸽子，这是利未记12章8节，这是啥物人所献？送向人的祭物，贫穷人的祭物，一般人的祭物啦。你若是经济能力有够，你啊献一只羊仔，你啊献一只羊仔，你若经济较无够，献一对斑鸠。所以表示，即对新人当结婚，即对新人
因无能力献一只羊仔，因为因买袂起，因搁爱饲耶稣。所以尊主做大的玛利亚，伊参与着拯救世界的工作，伊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少女而已。咱知影天主教，我常常提起着玛利亚，甚至有的教会伫圣诞节时，因拢会用玛利亚出来游街。对安尼咱来看，其实咱毋通讲，有当时咱会错误的误导。牧师，天主教是拜玛利亚，其实天主教毋是拜玛利亚。当然，伊是甲玛利亚尊敬，尊敬到啥物种的地位？圣母，圣母，人讲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甚至天主教嘛有修女，是照玛利亚即种的身份地位来有即个修女。所以咱对咱来看，是要尊敬伊的伟大，尊称伊叫做圣母，是纪念伊的受苦，纪念伊的委屈，纪念玛利亚的伟大，是要尊敬玛利亚是圣母。咱知影讲，咱基督教拢用三位一体来祝福，互爸、囝甲圣神的名，对无？互圣爸、圣囝、圣神，但是无奉圣母啦。没有奉圣母的名，天主教只是尊敬圣母。咱对今仔日咱经文咱来看，因为玛利亚尊主最大，伊得到福气。咱世间人爱永远记得玛利亚这个名。几若说起咱的教会，伫抬杠节嘛，拢会提起这段经文，就是知影讲玛利亚尊主最大，得到福气。圣经嘛有记载。第二，尊主最大的人，主来重用，主来重用。咱咧参加新年改造，关心社会。这新年爱一个改造，咱知影讲，这社会嘛，侪需要关心的事。求上帝帮助咱，咱是伫一个民主的时代，民主的社会，有真侪即摆的议题，咱会当参与。即个礼拜六叫做公道，12月18号，嘛是拄好我的生日啦，所以迄天咱会记得从你所要决定的事，叫做全民来参与即个社会，决定未来。但是咱知影讲，迄个有关联的，为着我成就了大事，伊的名做成。所以即今仔日经节讲，尊上帝真做有关联的。敬畏上帝的观念，安怎来敬？迄当时毋是全民主的社会，咱知影讲只有上帝有迄个权柄。今仔日咱的社会是民主，迄个民主嘛是上帝所予咱的。玛利亚，伊知影讲迄个有关联的，因为我来成就了即个大的事，伊的名做成。玛利亚尊主最大。伊尊主最大到即个程度，讲尊上帝是迄个有权力、有地位、有权柄。美国有一个第一届诚做亿万富翁的人，叫做石油大王，咱知影讲伊的名叫做洛克菲勒，那伊全名叫做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你若查石油大王，就会出现伊的名。当然是顶世纪的人。伊是出世伫一个真崇尚、真平凡的家庭，但是伊的老母是一个真虔诚、真信会的基督教徒。细汉就教洛克菲勒爱提早40分钟来教会准备身，听牧师讲道。所以安尼精神影响着伊的一生，甚至伊的老母教导伊，你爱1/10的福气，所以老母拢会互伊零用钱。伊的零用钱，伊着爱准备1/10的福气，所以伊老母真虔诚，一言一行拢照圣经的教导来行，就是爱勤俭，爱朴实，所以生活爱家己自律。所以伫洛克菲勒伊的自传内面有写着，我会当真做世界的上界富有的人，最富有的人。是来自我的老母有3个遗产互我，伊叫做信用的遗产，因为伊的老母交代伊，
你无论如何，就是爱过1/10的生活。所以咱互相提醒甲边仔人讲，爱过1/10的生活。啥物是1/10？吼，就是你1/10，迄个1分就是上帝。咱昨5个饼2尾鱼的故事，吼，5个饼2尾鱼的故事，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这是唯一一个新约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的书，甚至约翰福音佫提醒着讲，这是一个囡仔所摕出来，一个囡仔所摕出来。这个使徒耶稣学生叫做安德烈去找着这个囡仔，伊摕5个饼2尾鱼。迄5个饼2尾鱼的时阵，是逐个人食到饱，佫有剩偌济？12斤。所以你只要迄5个饼2尾鱼，你得到偌济？12斤，佫逐个食到饱，佫有剩。这是一个新约，新约是一个记号，代表着丰富富足的记号。耶稣来到世间，约瑟、玛利亚毋是好野的人，拄仔牧师已经有讲，伊是很搬家，基本的甲我共款，拢毋是真好野的人。总是安那，上帝使用伊。所以这洛克菲勒，伊讲，我着爱过1/10的生活。伊妈妈甲伊交代讲，礼拜爱坐对，第一排，亲像玉子安尼，玉子，亲像第一排。第一排拢无通坐，拢无输坐，所以咱以后爱坐第一排，亲像洛克菲勒安尼，40分钟提早来教会，准备听牧师的讲道。第三，伊老母提醒伊爱顺服教会，顺服牧师，顺服教会，顺服牧师。所以伊老母安尼教导伊1/10的奉献，伊老母拢互伊零用钱，伊就知影讲伊来教会来甲1/10家献出来。所以伊老母拢教导伊1/10奉献的教育，当伊正做亿万富翁的时，伊有缘摕1/10来做主神的工作。伊奉献一间新学院，因为即间新学院要关起来，伊奉献真侪钱，讲即间新学院甲伊救倒来。伊奉献互医院做真侪医疗的研究，伊毋是将遮个钱占家己所有，伊甚至留真侪财产互伊的后一代，因活到第7代还佫真好野，因活到第7代还佫真好野。求上帝祝福咱，赐互咱，因为照安尼行，所以伊真细汉去到教会时，伊就知影讲提早40分钟来到教会坐第一排准备听讲道，因为有一个渴慕的心要来了解真理，有一个谦卑的心要来了解真理。伊一届伊的妈妈逐届拢互伊20센的零用钱，伊就知影讲20센还佫爱摕1/10来奉献。伊知影讲趁着钱的目的。拢知影讲，咱趁到钱的目的是要，这钱是要帮助咱，咱嘛是爱将咱的奉献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伊着一生持续安尼教导，直到伊当伊见天父所以伊的老母知影伊的老母是活着看着伊的囝变做真好野的人，但是伊的老母看着讲我的囡仔变甲真好野，伊嘛会烦恼咧，讲我的囡仔以后伊伤有钱无敬畏上帝，伊佫写10条的遗产交代伊的囡仔爱照安尼做。伊讲爱将上帝当作第一，爱尊重牧者，爱尊敬上帝。咱第一常常爱准备1/10来奉献，做礼拜的时阵爱坐伫第一排，而且每一天透早第一件事起来。爱看啥物货？读圣经，先祈祷，读圣经。主日礼拜，你爱亲自去到教会，无像咱即摆礼拜，你佫会当看直播。所以伊讲遮个代志，伊的老母着爱真严格教导伊的囡仔。伊知影伊的囡仔变做好野人了后，怎无尊敬上帝最大？所以洛克菲勒伊连奉献拢毋敢违背，
只有尊主最大，所以上帝使用伊。咱讲富不过3代，已经富到第7代，可能第8代搞不好现在也出生了所以真无简单的人物真无简单的人物，伊帮助过真侪奉献教会、神学院、医院，因即摆还佫有因的基金会非常的大，甚至因的资产非常的济，伊是过去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伊嘛安尼教着伊的后代，咱趁钱的目的，是要来咱投资咱的家己，要互发挥佫较大的价值，像是咱虽然有过佫较好的品质，但是遮个恩典恩赐拢是上帝所赏赐互咱，咱毋通袂记得，你爱尊主最大，爱做奉献的工作，所以因做真侪慈善的工作，上帝赐阮互即个家族，即个家族到第7代、第8代，因犹原还佫有真丰富的产业，所以，上帝帮助咱，只有咱诚做上帝的儿女，咱是奉上帝的名，所以咱知讲上帝的丰盛会充满咱。所以信上帝的人，咱若无尊主最大，无尊主最第一，这嘛是互咱一个勉励，是个活活的对玛利亚到即个节日大王，是爱提醒咱第一，咱有将上帝诚做家己放伫第一个位置无。第二，咱的时间、咱的观念、咱的想法，有常常想着上帝，是要亲像即个病毒，我没空，我没空。我大概听迄个诗安尼讲，我没空，我没空。就人讲我没空，我没空。咱甲上帝放伫第一，甲教会放伫第一。伫大港节的时期提醒咱，咱来尊主最大。当上帝咧呼召你的时，当上帝声出现的时，这病毒提醒咱，求上帝帮助咱。活伫即个时代，咱面对上介大的挑战，咱嘛期待讲即个较紧过去，无影响到咱接续的生活，都是叫上帝帮助咱稳待伊的囝儿，稳待咱诚做上帝的儿女，咱同心来祈祷。疼痛的爬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尊你最大，将阮的想法观念来反转。你怎样使用敬畏主的人，尊主最大的人，主你就来帮助阮，阮掠上帝你做第一，阮的生命才会常常连结伫主你的旨意的内面，来反转阮的人生。求主帮助阮。阮亲像玛利亚，会当尊主最大。阮亲像即个洛克菲勒，伊对伊的老母所教导信仰的遗产，伊愿意安尼行安尼做。对一个送香的人，你将你的宝物来赏赐伊。主帮助阮，阮的人生是丰盛，是富有，都是阮知是主你的降级、供应，是主你的应允。阮才会当得到，阮掠主做第一，掠上帝最大。阮献上祈祷，献上阮的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无主美好勉励，咱来尊主最大。我叫咱做伙来吟回应诗，信圣诗第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请起立吟全首。
片的艺术体片。伫咱的周报的下面，今仔日言句是《路加福音》第1章第47节，咱做伙来读。我是因为我的上帝来欢喜，再一摆。我是因为我的上帝来欢喜，《路加福音》第1章第47节。好。 做伙，咱来拍开咱的周报。本月消息：第7月2月，2022年第1主日，礼拜后举行罗州教会设教150周年的庆典座谈会，邀请中职甲各团契会长干部、主日会的校长、警官队的队长。 团契辅导以及有意愿甲有兴趣的兄弟做伙来参与。第二，今日主日礼拜以后，圣诞阁有名的兄弟姊妹请到1楼办公室，咱的干事停止来领取吼。第三，准备节目，12月19日后主日咱要举行咱的圣诞赞美礼拜甲庆祝会。 各单位的节目，你若有音乐档，也是影像档吼，请今仔日先提交，予音控组来测验，也请交歌谱，予干事会当予伊制作投影片吼。第四，圣诞节，12月19日下主日吼，咱举行圣诞赞美礼拜甲庆祝会，咱是连堂礼拜9点开始。 12月19日中昼的12点是咱的圣诞节的爱宴，咱是设伫第1味川菜海鲜宴会馆吼，地址伫遮吼，逐项圣诞的事工，恳请兄弟姊妹来关心带导，奉献支持。第5，圣诞报佳音吼，下一点是12月23日。 礼拜4吼，下暗的7点报佳音小礼米的包装。第2点，12月25拜六下暗7点是咱的圣诞报佳音，主题是《圣诞总动员》福音再转角吼。欢迎兄弟踊跃参加。
当暗咱的下暗5点半吼，教会必有暗顿吼。6点咱要出发到夜市颁发咱的福音单张。7点咱的音乐节目准时开始，邀请大家做伙用诗歌、舞蹈，将耶稣诞生的喜乐分享予还未信主的朋友。第六，发枪建设会，2022年吼，2月19吼，即是拜六，伊的下晡2点到4点半，伫树林教会吼，邀请圣歌队甲喜爱圣乐的兄弟踊跃报名，免费参加。伫1楼的公布栏有填写的报名表吼，1月23报名查址。第7，教会招募音控同工吼，请阮干事报名，日后要特地来举行音控的训练。第8，准备资料，教会各单位请召开同工会议，规划年度2022年的事工计划预算，甲准备2021年事工报告，进行资料的收集。12月26进前，会当交件吼，来互小会人审查2022年的事工预算，甲会员手册编辑作业进行。第9， 12月份主日礼拜吼，12月5日经过，12月12，咱今仔日是2场礼拜。第3， 12月19，圣诞赞美礼拜甲庆祝会，咱是合堂。吼，那12月26是2场的礼拜。若是有合堂的时，咱礼拜是9点开始吼，华语堂的兄弟请特别留意。第10，每礼拜3下暗8点，查经基督会欢迎兄弟大家踊跃参加吼，来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着荣福。第11，每礼拜4点半10点，双年老龄读经班，欢迎相邻团体甲新来慕道友踊跃参加。第2，过节报告，11月份收入57万1852块，支出48万3812块，结余是8万8040块。欢迎新的朋友。顶礼拜有蔡心怡姊妹，今仔日有来无？无。今仔日咱阁有一位新的朋友吼，是伊的名叫做赵亮吼，姓刘吼，赵亮。来自赠那个纪念品，欢迎你来。伊伫台北读书吼，住伫个咱泸州遮附近吼，咱欢迎你再则阁来。伊已经受洗礼吼，伫龙潭的林良堂受洗礼，吼欢迎。再接咱有团契消息，乡里团契台语礼拜堂以后，伫1楼举行12月份的例会吼。会后伫个泰云蜜泰式料理来举办年冬的感恩餐会，吼，地址伫遮吼，请家己看。搁接咱的集体相通，请彼此关心提名代祷吼，我就无一一来读吼。以上，搁接咱来吟改编诗，新圣诗第388首，请起立。今次咱请牧师来祝祷。
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